Hello， 大家好。上一个影片我们分享了台湾手语中跟中秋节有关的一些手语笔法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我要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同地方的中秋节手语笔法哦。其实不止台湾会过中秋节，香港、澳门、日本、韩国、中国这些地方也都会过中秋节哦。很多刚初学手语或是不太了解手语的人，会以为全世界的手语都一样，其实并不是哦。每个地方的手语都有些差异，而且当地的手语笔法其实经常会跟他们的文化或是习惯有关。那今天我就用中秋节来做例子，来看看不同地方的中秋节手语笔法有哪些不同吧。首先，第一个，香港手语的中秋节怎么比呢？他们的笔法是用一手做成月饼圆圆的样子，另外一只手就像刀子做切月饼的样子。另外，节庆怎么比呢？他用双手食指一起向内转，代表节庆、节日。所以香港手语的中秋节怎么比？月比再比节，所以中秋节。接着第二个，澳门手语的笔法跟香港手语的笔法其实有一点类似，也是比月饼再加节日，但是手语有些不太一样。月饼的笔法，澳门手语怎么比呢？它先一手平放，另外一手这也是代表刀子做切月饼的样子。那节日呢，它也是双手食指向内转，只不过是一上一下向内转，跟香港手语不太一样。所以澳门手语的中秋节怎么比呢？中秋节。再来第三个，我们来看看日本手语怎么比中秋节呢？中秋节在日本又叫做15夜。15夜，那因为台湾手语跟日本手语其实是非常相近，所以他们的笔法是直接比15夜。15怎么比？数字的笔法跟台湾是一模一样。10呢，就用你的食指把它弯下来，就代表10的意思。10。那5呢，就大拇指横放向外放着5，所以15。夜就是晚上的意思。那笔法怎么比？双手一起向下交叠，代表夜幕低垂的意思。所以日本的中秋节怎么比？他们就比15夜。第四个，韩国手语的中秋节怎么比呢？这是我觉得最特别、最有趣的一个笔法。他们是比松糕再加上节庆。韩国手语的笔法反映出韩国人的中秋节文化。原来啊，韩国人过中秋节吃的不是月饼，他们吃的是一种叫做松糕或松片的食物。那这种食物外形看起来跟我们的水饺很像，里面它的材质是用像麻糬的东西，里面包了花生、芝麻、栗子等等馅料，把它包在里面。所以松糕的笔法怎么比？就一只手5根手指捏起来，另外一只手你的拇指跟食指捏，好像在做松糕的那个过程，所以松糕。那韩国手语的节庆怎么比呢？双手5指捏起来，由下往上打开，节庆。所以韩国手语的中秋节，他们就比松糕节庆。第五个，中国手语怎么表达中秋节呢？我找到有2种笔法。第一种笔法也是照着中文的字面来表达，只是跟台湾手语的习惯有些不太一样。那他们的钟怎么比呢？钟他们是这样子比，一个圈圈，然后食指放上去，像钟的那个字形。台湾的钟是这样子比，钟，所以2个有些不太一样。那秋呢？台湾是比风吹的样子，中国手语是用手指的顺序，春夏秋冬来代表这个秋天是第3个季节，所以用食指指向另外一只手的无名指这个指节，叫做秋。节呢，中国手语的笔法是刚刚的我们那个
食那个有没有？把食指弯起来，放在你的额头，这叫做结。那这个动作在台湾手语它代表的是希望的意思哦，所以你看台湾手语跟中国手语其实差异还蛮大的。所以中国手语中秋节的第一个笔法就是比中秋节。那中国手语的第二种笔法呢？怎么比呢？一样是比月饼再加节哦。那他们的月亮跟我们台湾的笔法也是不太一样。他们月亮怎么比？双手这样子画成模拟这个弯弯的那个月亮的样子。所以月亮饼呢，台湾是比这样子。那他们的笔法是用双手凑成圆圆的形状，这叫做饼。节就是刚刚说过的这个节。所以中国手语的第二种中秋节的笔法就比月饼节。最后我们加上台湾的中秋节笔法，一起来练习今天所学到的各地的不同的中秋节手语笔法吧。第一个，台湾的中秋节，或是第二个，香港的中秋节。第三个，澳门的中秋节。第四个，日本的15夜。第五个，韩国的松糕节。最后是中国的中秋节或是月饼节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知道有其他地方的手语笔法，也可以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